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開玩笑呢。我很認真的在問你這個問題，你覺得可笑嗎？你真的覺得這個問題有這麼可笑嗎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剛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開心呢。別生氣，我向你道歉。來，坐下來繼續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認真的回答我這個問題？好，我告訴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騙了我，我會原諒你，但是我會離開你。